首先要祝大家古尔邦节快乐！今天带大家来吃家烧烤。哦吼，他们家葛瓦斯桶子就放在门口，把人馋的一坐下，赶紧先来上一杯。胡辣羊蹄炖得烂烂的，加上一块皮牙子。黄面真的一般般，不过还好烧烤攒劲。哎，肚子肠子心肝子。肉来啦，先把皮辣红备上，肉吃干。他们家这辣白菜真的可以呢。心管、千叶豆腐、烤肉、烤馍片、烤心、烤肉筋、烤肚子。哦哟，这个鸡全吃太大了，唠叨得很。我的最爱架子肉来了。我们先来上一块瘦肉，再来上一个肥一点的。哦吼，上面那块油把人看的。再来上一个肥瘦相间。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，咱们再续上一个啊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